好，香港有冇公投法唔係呢一個爭拗嘅重點，爭拗嘅重點就係我哋係咪應該落實真嘅普選，同埋廢除功能組別呢一啲嘅政治特權，嗰啲厚住面皮賴死唔走嘅特權，嗰啲厚住面皮賴死投票通過600幾億去起高鐵嗰班功能組別議員。我想講嘅就係喺呢一個關鍵嘅時刻，政制改革嘅問題，我哋兩黨合作推動5區公投嘅運動，變相公投嘅形式，容許大家一齊平等咁參與，一人一票，為咗你同為咗我嘅權利咧去表態。如果你話俾我知政府唔會理會，我覺得莫名其妙。呢一個係諮詢期，除非你話俾我知政府所有嘢都唔聽嘅，但我想講明一句：第一，簽名運動，你可唔可以保證唔會重複簽名？第二，簽名運動有幾科學，有幾客觀？點解唔試下用一個咁嘅新嘅形式，一齊去創造一個歷史嘅新里程？就住政改嘅問題，就住港人等咗好耐都仲未等到嘅雙普選，同埋廢除功能組別呢，係嚟一個清晰嘅辯論，嚟一個清楚嘅對決。我哋今次呢行呢一步，係覺得喺呢個關鍵嘅時刻，你哋係有責任行出嚟表態。你唔同意我哋唔緊要，你哋唔同意我哋係絕對冇問題。但係我哋咁行出嚟話俾你知，投票權喺呢度。如果你覺得我哋做得唔啱，唔緊要，用你認為啱嘅方法去投票，表達你哋嘅意見。我哋唔會輸打贏要，我哋願意接受人民嘅決定。呢個就所謂還政於家。如果大家係信任市民，如果大家口中嘅市民嘅意願係想行唔知幾多步，行乜嘢方向，咁我哋呢一個咪正正有一個大好機會，等佢哋話俾我哋知想點行，行邊個方向，行幾多步咯。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好多呢啲嘅政制嘅討論係閂埋門處理，好多呢啲政制嘅討論係賴死唔走嘅一班既得利益者。你諗下，當時基本法97年之後，原本有6席嗰啲叫選舉委員會嘅係嘛？選舉委員會孕育出一個政黨叫做港進聯，而家去咗邊啊？冇咗嗰啲議席，冇咗選舉委員會嘅庇蔭之下，佢要面對選民，佢接受選民一人一票嘅洗禮，入翻議會，入唔到嘅咪接受呢個現實，俾人收編咯。就係咁簡單一回事。功能組別正正呢，就係呢啲咁樣，我哋認為影響到好多民生福祉問題嘅地方，就正正係功能組別。最低工資嘅議案唔過，標準工時嘅議案唔過，公平競爭法嘅議案唔過，檢討生果金嘅議案唔過。點解政府每一次喺呢啲民生議題上邊由一班功能組別議員拯救，然後唔需要就任何嘢？呢個係咪我哋香港回歸以嚟想見到港人治港嘅真相呢？如果唔係嘅時候，係咪應該盡快開放我哋呢個政制，真係真真正正為民、為民、為公義、為民主去完成呢一個基本法俾到我哋嘅使命？香港市民，呢個係大家嘅機會。小姐啊，嗰一步係咩一步啊？係向邊個方向嘅一步啊？政府而家同我哋講增加5個功能議席，增加5個互選產生嘅區議會嘅互選議席，就等同於有300幾萬嘅選民基礎。你點可以咁樣去比較同直選嗰30席個真真正正嘅300幾萬？舉咗手先。我想大家明白一點好簡單嘅一個事實，就係話嚟緊嘅政制嘅改革裏邊呢，民意係好重要。唐英年本身都話咗，而家嘅功能組別係唔符合普及而平等嘅原則。呢啲咪講咗出嚟。我哋要求我哋嘅政府就住呢一個問題再清楚咁去講出佢哋嘅睇法點樣。呢個係我哋本身應該有嘅權利。再講嚟緊嘅呢一個5區公投嘅運動，我哋5個嘅泛民嘅候選人係象徵住一個議題，就係話盡快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如果張亞軍要出嚟去參選嘅話，你哋分唔分到佢同我哋嘅分別啊？佢哋代表嘅係真民主定係假普選啊？走咗20幾年民主路嘅朋友，如果到今時今日2010年仲有人話俾你知普選嘅定義可能唔係一人一票，你有咩感覺？你覺唔覺得
俾人賣咗豬仔。你覺唔覺得呢個問題點解仲係咁耐都係懸而未決？如果大家緊張呢件事嘅，我對市民有信心，我對你哋有信心，你哋行出嚟話俾大家知道乜嘢叫做真正嘅普選，呢一個係你哋嘅機會去表態。越多人出嚟參與，越多人支持我哋5個候選人，嗰個嘅力度就會越大，聲音越清楚。冇人，包括任何參選嘅政黨，包括民建聯，包括自由黨，包括特區政府咧，係唔可能話俾大家知100萬個選民嘅意見係唔算數，反而睇嗰啲唔知點樣揾翻嚟嘅簽名就反而算數㗎，係咪啊？頭先我都同有位朋友講咧，應該和平去理性去表達自己意見啊嘛。有咩和平理性得過大家行去票站嗰度投一票？5區同一日就住政制發展嘅路向，俾一票個票箱，話俾我哋知道應該點樣行。我歡迎民建聯參與，我哋歡迎自由黨參與，我歡迎大家各位老百姓市民一齊喺呢個運動裏邊進行一個表態嘅行動。呢一個係最客觀、最科學、最公